国际上要紧，咱来关心约旦河西岸的情势是继续伫咧恶化。占领区伫咧前2天啊，以色列军方攻击的过程当中，拍死14个巴勒斯坦人。巴勒斯坦的官员是还未对这个事件来做评论。另外，以色列对南部城市拉法会当讲是逐天拢咧攻击。卫生官员伊表示，一暝内底夺走22条的人命，而且其中有18人拢是囡仔。 50岁救护车司机穆萨，无偌久之前才开车去约旦河西岸城市杜卡瑞姆，甲受伤的人接菜，遭拄到以色列攻击而死亡。 المصابين إذا حصل أي شيء في لحظات قام الجيش والمستوطنين بإطلاق الرصاص على المواطنين. 以色列军方自19顶礼拜5开始对图卡瑞姆附近的努尔沙姆斯地区进行大规模攻击。 到20，犹原继续甲武装分子交火，造成死伤。有人看到至少有3台无人机伫咧天顶飞。以色列军方讲，有2个巴勒斯坦人想要用尖的武器甲开枪攻击，以色列开火反击。约旦河西岸长100公里，宽50公里。自1967年中东战争和以色列占领以来，一直拢是以巴冲突的核心。再加上加沙战争，后者的暴力活动更加严重，包括军队对激进组织的定期攻击。 犹太屯军者对巴勒斯坦村庄攻击，也有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人的街头攻击。就伫美国通过乌以台援助法案的时阵，加沙地区南部城市拉法遭受以色列攻击。这个阿兄是伫老母不幸死亡的情形下出世，伊老爸也伫轰炸时阵死亡。 تم الولادة بشكل عاجل للطفل لإنقاذ ما يمكن إنقاذه بعملية قيصرية عاجلة للطفل. 以色列军方差不多逐天拢空袭拉法，国际社会包括美国在内，希望以色列减轻攻击的力量。不过以色列方面，以拉法是哈马斯上面一个主要据点，一个摧毁伊斯兰组织的军事能力为主要目标做理由，扩大地面作战。 巴勒斯坦卫生官员讲，虽然以色列大部分的作战部队伫这个月初有先撤出南部地区，不过加沙战火是也未停，死亡人数已经超过34000人。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。